Selina 参加陆综女儿们的恋爱模拟谈恋爱，对象竟是整整相差11岁的张轩睿，让他直呼你来干嘛啦？不过两人在相处中聊到对爱情的想法，彼此有默契，任爸也说很欣赏这个男孩。张轩睿近来姐姐袁朝旺，还和 Ella 主演贺岁片《大三元》，意外强碰旧爱新片，不过他也大方祝福。嘴巴张大，不可置信的模样。Selina 参加陆综女儿们的恋爱模拟谈恋爱，原来对象是整整相差11岁的张轩睿，让他直呼你来干嘛啦？实境秀女儿们的恋爱，我猜任爸到时候看到，他一定会觉得哎呦，怎么是他？太夸张了，这个太夸张了吧？太年轻了。这个太年轻了吧！不行啦，不行啦！因为知道是你，我才会来的，不然我也不太敢。一起画画时，面对突如其来的告白 ，Selina 低头腼腆笑了，但也聊到对爱情的想法。Selina 害怕姐弟恋，毕竟藏着太多的未知数。实境秀女儿们的恋爱，那你会想要你交往的对象也是演艺圈内的人吗？现在不会，对啊，圈内麻烦，可是当你碰到真正喜欢的人的时候，那个完全都是打掉的。对 ，Selina 也默认同张轩睿的想法。一旁看着的任爸透露蛮喜欢这个男孩，但都还要进一步观察。张轩睿近来姐姐袁朝旺。大三元，你怎么会沦落成这个样子啊？说来话长，所以是你叔叔利用奸计打了一场麻将，害你输光家当。和 Ella 陈嘉桦合作主演贺岁片《大三元》，两人还在片中擦出爱情火花，上演一段惊喜的姐弟恋。不过同档期对打的却是前女友的电影。疯狂电视台，放心我会搞定的，宪哥，我很喜欢看你那个，我猜，正巧对上林明珍主演的疯狂电视台，差2岁的姐弟恋，去年5月只短交往1个月就见光死，不过双方大方回应，张轩睿表示祝福旧爱新片，林明珍也说很开心，贺岁档有很多电影可以看，似乎都已放下昔日恩怨。